国疫情失控，医疗措施又跟不上，在疫苗接种不足以及先天性免疫力欠缺的情况下，有许多中国民众对国产疫苗效率也持有怀疑态度。外界担心，中国的疫情恐怕再次会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。目前，美国、德国都相继表示愿意提供疫苗协助中国对抗疫情，但是都被中共当局拒绝。中国各地疫情持续扩大，中国在12月上旬松绑防疫措施，感染人数突然暴增。不过，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数却异常的低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2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时，讨论了疫情情况，并强调疫情资讯透明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，表示美国是最大的中共病毒疫苗捐赠国，已经准备要继续协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人们的对抗疫情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共政府尚未提出需要援助的要求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，也明确拒绝援助。与此同时，主动提出援助的还有德国。德国《民进周刊》报道，德国总统日前与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，愿意提供数亿剂疫苗协助抗疫，却遭到了拒绝。中国国产疫苗成效一直被质疑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许多中国人怀疑国产疫苗的安全性，不愿意接种国产疫苗。评论人士表示，中共不承认中国的疫苗不合格，国产疫苗是个骗局，而中共则是这场骗局的推手。中国疫情大爆发，染疫和死亡人数剧增。民间披露，大量染疫者出现了武汉当年重症患者的白肺症状，引发了外界担忧。连日来，大量民众在微博爆料，染疫者被诊断出严重的肺炎，甚至出现了极端的白肺症状。爆料者有医护人员，也有死者家属，还有为白肺患者求助的家人。12月22日，一名网友在推特上爆料说，北京一名患者住院1周，肺部全白，呼吸衰竭而死。这是一个78岁的男性，这是他的肺的 CT， 各位朋友认真看一看。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肺是含有气体的，那么两边的肺在 CT 上面应该是黑色的，但是这个人大家看，他的2个肺已经变白了，就是大家俗称的白肺。白肺是3年前武汉疫情大爆发时重症患者的典型症状。武汉协和医院麻醉医师也在网上披露，最近一段时间需要插管的病人数量增多。我做了这3个，每一个都有相当严重的肺部感染啊，然后我也都去看了一下病例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近未来可能会面临1波、2波、3波，一波比一波更猛的死亡潮。中共在放松疫情管控时宣传说，奥密克戎病毒株只是感染上呼吸道，不损害肺部。面对大量的白肺患者，外界质疑中共是否隐瞒了新的变异毒株。尽管民间有大量爆料说感染人数剧增，医院人满为患，火葬场不堪重负，但中共官方通报的死亡病例人数仍在个位数，白肺的问题也没有提及。12月24日，电动车业龙头车厂特斯拉的上海分厂宣布暂时停产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特斯拉由于上海分厂及其供应商的工人陆续染疫，营运面临挑战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特斯拉上海分厂将于年底暂停最畅销的车型摩登 Y 的组装，而上周该厂一直专注于生产出口车型。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统治者禁止雇佣女性工作人员的第2天，在阿富汗的几个主要外国非政府组织于12月25日暂停了人道主义项目。挪威难民委员会、救助儿童会和国际关怀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说，如果没有女性工作人员，就无法有效地接触到阿富汗急需帮助的儿童、妇女和其他人员。这些团体的领导人警告说，塔利班禁令将影响到向数百万阿富汗人提供求生援助，并在这个贫穷国家面临巨大经济危机期间影响数千个工作岗位。这3个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饱受冲击蹂躏的国家开展重要的医疗保健、教育、儿童保护和营养项目。联合国称，该国1半以上的人口，估计有4000万人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。援助机构表示，2010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和撤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部队，使该国陷入了经济动荡，加剧了本已令人担忧的饥饿危机，并使数百万人陷入了贫困。
印度卫生部长12月24日表示，要求来自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和泰国的入境旅客提供中共病毒阴性检测报告，出现中共病毒症状或检测呈阳性的旅客将被隔离。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再次爆发，印度政府要求各个部门留意中共病毒的任何新变种。